又係咪同朋友打通宵機、煲劇、煲電話粥呢？工作、生活喺呢一個不斷轉動嘅時輪裏面，我哋雙眼真係承受住無盡嘅重壓。城市嘅燈火證明咗你嘅努力，但亦都見證咗時間喺眼角靜雞雞咁劃過。對於時光嘅挑戰，自從有咗二代完美小紅筆眼霜，你再都唔使回避。二代小紅筆直接將多重勝肽嘅濃度拉到25%，野心全部寫晒喺塊面度，唔係隨便咁亂堆料啊！勝肽唔單止可以緩解你一笑就穿煲嘅眼紋，仲搭配咗驅趕眼周暗沉嘅克洛西同眼力士，一掃眼下嘅陰霾。當然，護膚嘅儀式感最唔可以缺嘅就係美容儀蠟，呢一個微電流流精按摩頭，撳住銀色部分接觸皮膚就可以震動，冰冰涼涼嘅感覺瞬間令到我攰咗成日嘅眼周都得到咗放鬆啊！狀態嘅好壞源自於心情，有咗佢，請盡情放肆咁大笑，喺對抗時光嘅路上無所畏懼，從青春懵懂嘅20出頭一路用到端莊成熟嘅40出頭，將你對眼成為嗰顆最亮嘅星。